错放那心爱的眼睛，伊给你留起条街。天天加油不去铁架，感受都市各种的存在。兄弟的几行茶，最暖满意。脱下披衫的西来爱去来比，迄十年风势高涨海伊，敢拥有了爱情。红灯前停下了脚步，停下偏离路路。用下等等抢等走戏，咱哋大家一样心情，路人甲伊行不同的路，伊劝世学生狠狠听书，摕赞摆下看无人放的伊，爱依旧的电台。嘿，我爱一笔一生你，我走上婚姻，让我思念色了满心，春天不差点你，不用爱心事，告诉娘不知。用最自然的方式。干杯干杯！啊，你早，恭喜恭喜！耶，恭喜哦！你还没有真经动听哦，唔看请按多年来。罗拉太假啦，罗拉妹，等下太好哦，我聽咗會好好要好唔？哎呦，你看啊，这茵茵啊一来啊哈，我就伫看那去，就会一个人彩呢。臭啊臭啊！大好搞哦，台高秋广给的才女哦，也是美女。你看就会讲，哎，大家就意思了呀。哦，啊，秦龙是，那有你喊他搞青龙师啦。唔怕啦，他甲一家人，青龙色，哎呀，这个你们，哎，那讲起茵茵啊哈，你想下去了就当一个明星一样的呢。你抢一个眼光比赛，然后明星摆得都冇解。让我办唔到啊！唔讲人茵茵啊，一上台，cái台风就当文件，老师又当清楚啊，cái台下咁多人呢，佢都唔驚呢，有才華，又贏有獎。还有电影下，嘿哦，等一下，唔講你係咩面聲，睇乜解？哎，我剛剛吼，規避個條唱歌跳舞的姐姐吼，較等影下呢。唱歌跳舞嘅姐姐，嗯。照個茵茵嘅條件來講啊，佢應該較有發展種錯啊。阿蘭姐啊，你好好想想啊嚇，係嘅茵茵啊，夏天結成，喺安陽嘅話，我就去尋我朋友阿發咧，啊，喺度聽書一下。阿伯，我認識阿伯。就會我講唔得啦，因為公眾人物咩，上下拉條就搞白啊，要較低調的，嘿。該唔會係周潤發？你我是冇講，人就團到嘅嚇，我冇講。不會吧，阿燕嫂？马个时间了，周润发有收尸啊？我們落袋有合作過。哇，周潤發可是國際巨星哎。對啊。有，我講一種冇乜信仰嘅呢，係啊。那用時啦，周潤發跑過去，我又唔知啊，我都自己帶嚟啦。佢用時很細啊，你有冇啲先認啲嘛？好啊，我就唔信。嗰一年我就拿我那個周潤發向下相片，我日就看。阿燕吧，正經哦，唔是帶我去做戲麼？有機會聽作前。哎，得是唔得。什麼解是唔對啊？唉，唔見人學生係好好讀書就好嘅啦。阿妹，做明星實在賺當多錢呢，安尼嘛實在本家家享清福啊。係啊。個做人啊，要讀書，冇搶上嗰度以為冇誒。有為冇誒？嘛個有為冇誒啊？人不可以有夢想嗎？夢想對你來講，總係有為冇誒係冇？唉，沒啦，有夢想是做的，唔過唔見爭幾多細天，好好讀書啦。好啦，
啦，太家紧，阿兰记一笔啦，哈。哎，英英，听我来。命呢？哎，大头，对，来，英英，听我来。今米落咱大家来两食饭啊，我梦马上开，可以睡咧。他个涌吹啦，他个涌吹啦，他个涌吹啦。什么汤诶？当冲啦！欢迎香草，放弃哦。哎，小乐啊，你人家都香草，用到在咱来咯。哎，莫係英英破天樣，記得用啥會香草誒？爱弟，你这个是个音乐醋吼。吃醋？我做乜吃醋啊？啊，讲英英酱啊，嘿冇？哎，你吃醋的啊？我哪有啊？那冇。我同你講嘛個阿爸唔談清楚冇啊？我用我冇谈清楚，哎，头啊，打去边人腔，当然讲人的好法，嘿冇？佮英英本来是当优秀咩，本来是当酱啊，我又讲唔错啊。嘿，也唔是講嘛個周潤發嘛個破天樣事，暗號地碰撞。唔是啦，本來就有啊，本來就有啦，周潤發合作過啊，我有寄人啊，像我個相片呢，做紀念。相片，好，拿出來啊！佢可以潛一下呢。按住係冇啦，點哦，哪會看到啊？有，那有冇係爸爸看點咩啊？喂，我真的啊，你咪叫我用，我講嘛你都唔信啊？我就唔信啊！天，我也叫我呢。我真嘢失敗，我講個花，這個阿妹都冇信啊。咦，阿妹講你冇想買東西，佢嗌送牛能過來啦。你不用等就可以啦。阿牛能會浪吞呢。咦，我知道阿妹未當想啊，叫人好好讀書，未當有道理呢。所以你也認為我是唔在做名正係冇？唔係啦，我冇呢個意思啦。係講有機會未當好啊。真嘅啊？阿玲，你看，我有聰明嘅冇？你看。中文嘅。張國榮，他是男生哎。他也有扮女裝啊，而且很漂亮哦。是很漂亮沒錯，但是我不想像男生。你再看清楚一點，也是姓張的哦。你看，張小燕。哎呦，不是張小燕啊，是張曼玉啊。張曼玉。你覺得我沒有明星氣質是不是啊？不是啦，我覺得為什麼一定要像某個明星，或者是當誰誰誰的第二啊？當自己不是很好嗎？當自己？那你回你自己的床睡啊！哼。等陣，哎呦，水眼屎，康陽，康起來呀！哎仔，難事故，哦，哎呦，安全，康啊！哦，我一直半歲啦。唔要啦，望天鳳誒。好啦，我哋行多歲，
唔是咧，28万好咧。哦，好啦，辛苦了。哦，唔啲辛苦哦，喺唔賺的人係天數，唔做嘛事情的喏。哎，做动作啊！俺加个吉祥物呢，俺亲戚有咩加个几样嘢嘞？哦，當開吼。哦，当开，当忝，俺做到真神忙。哦，俺做到时汗流麥浪，唔知嘛？唔係喺人安苦，嗱，我講啊，我唔賺啊，我人係研究緊那財經雜誌、天下雜誌，吼，啊，人係天數賺錢，唔好好研究，唔都做嘛喏？哎呦，你唔好嘅嘛个財經嘛個天下，唔好。唔好，啊唔好嘛個，做成成啊！嘿，還會打麼？哦，天氣，抹雙肩，抹雙肩，天發了，抹雙肩啦！天發了！喂喂，哎嘿嘿，是你好你好，哎，我这里是民宿没错，哎有几个人？哦，50个人呐，哦是，我们这里有团体，6人、12、16人都有，哎啊你们是来开会的？不是啊？哦演戏拍戏啊？哦有，我们有兴趣呀，拍戏啊，我们这里呀可以呀，哎我们也有演员呢，我们还有其他的设备啊，哎传真机也有啊，哎那个电脑也有啊，什么都有哎。我跟你讲，我们这边还有卡拉 OK， 对 ，BBQ， 还有最好玩的2点一线。对。然后我本身对表演就够了，对，我叫皮子，我身高178，我做太မြန်神了，你嘛，身高178。Peter 點子啊，你講得詳細啲誒，呢個劇組就獻給演員，真係係寫來還是寫妹啊？寫妹啦。你们在呼什么啊？哦，他说要找女演员。冇寫啦，冇欠帥哥，冇啦，冇欠嗰種超級大帥哥，真係冇欠嘅有數卡比，做數卡棍，雲魂雲霧，玉樹臨風，又帶點憂鬱個性呢。爆帥帥哥，冇欠誰來啦？冇欠就冇欠，安太上的嘛，唔是貨。請問下，佢寫嘛？娘誒！你什麼遊戲啊？然後你講啊，我還有個氣質，還是個冷豔，重點係不怕犧牲。犧牲？唱戲哦，懂得講的誒。我問過你啦，個青島吼，就係熱屁事啦。對啦。有氣質，又要有一點冷豔，這樣很不具體耶。是這樣嗎？是我不用他的啦。哎，你問那麼多幹嘛？你是公務人員呢，又不能兼差。有機會的話，我也可以轉行啊。啊，具體地位哦，今日要講啦，講到明星啊，唔知有算具體冇？今日要講啦，講到明星啊，唔知有算具體冇？好啦，佢講吼，我唱個張曼玉加舒淇，再加個莫文蔚。那我不就沒機會了？你第一次都謙虛呢。就行不對嘛？張曼玉、舒淇、莫文蔚，我的型號比較接近林志玲、侯佩岑，再加一點蔡依林，不是貨。關梅瓊，哎，你是差別啦，安尼哦，我哋就小的競爭對手哦。大家安尼談起來哦，嗰種要符合嘅初步嘅
要求啦。哎呀，唔知哦，还有其他条件无啦？哎呦，来了，今日吼，希望有学到到武术，像安样，硬脚棍，硬脚棍，硬脚棍。有安样无啦？哎，我会卡奖哎，够不会晓打昆跳？哎呀，是要拍什么武侠片吗？武侠偶像剧？啊，那一定啊，黑不改咏春拳嘛，现在很流行的那个叶门。叶问，唔是就系问，你嘛？你做乜写的啦？你还拍的是新浪漫武侠励志偶像剧。哇，啊，黑乜改戏啊？哎呦，够那了，走吧，赶紧出去吃宽了啊！那有新人还挑戏的哦。抽啦抽啦，哎，要该问一下，跟谁演啊？哎，嘿啊嘿啊嘿啊，跟男主角黑曼妮啦。男主角，哎呦，厉害了，冲点就来了。来，叫个名咯啊！叫个名咯。金城武。的团体啦。哎，不是。啊，模糊的团体啦，你唔会学佢嘅模糊的团体，你唔会签模糊嘅，估错，我也唔掉攞咁名啦。好嘞啦，金城武也飞飞滚 ，F 四也飞飞滚，你嘅唔知乜嘅名，係咪咩乜咩喏？懂电影啊。电影奖。嘿啊，你看睇下演艺圈哦，黑模仿，你讲有电影冇？抽啦，演艺圈吼就冇年轻诶。好啦，我講嘅都講起嚟啦。我啲老太家講下，哎呀，由於我死的，係誰啊？要偏手。这武术厉害。很袂晓打昆跳。冇，看得出来。哎，所以我们会在练啊，系冇？抽啊！哈！哎，都这么高了，在练咏春拳，你看不出来吗？咏春拳啊。个阳春拳，还咏春拳。哎啦 ，Peter 电子有讲吼，讲个剧组落来，人家拍个嘛个恐怖悬疑、奇情推理、温馨感人、动作刺激的武侠偶像剧片。莫讲安多。好好准备哈，妍妍。哦好，小倩，安尼迄讲还有机会的迄无？太好嘞！这样不是显得蛮有行力啦？一提黑暗。小倩，你看，啊你讲我。用拳。亮，你看，做对毛。唉，我衫哦都睇不去看嘞，好用拳啦。上副好看，安重要哦。当然啦，无打扮吼，看起来都唔系今日我会用的啊。不过佢条爱气质冷艳，又要扮丑，到底要穿怎样啊？哎，我想到咧，无爱都做个制服啊，然后裙子撩起来短一点，头发呢上个卷子，弄蓬一点，安尼后爱就像超辣气质学生妹嘞。你有选？我觉得你还是穿的干净整齐，其他的用演的。
嘿吼，安尼都是的嘞。啊，安尼哦，我听讲哦，迄座长南模，先我看下，迄座我来用的长南模嘞。啊，你改啊！长头发，长头发。可是你是短头发啊，可接发啊，拜托。很麻烦的，那就不是你的啊。又不会，艺人就是要百变啊。中长发哦，那个有染发哎，我还用林依晨嘅用。听人无差动多哦。我一定嘅听人无那穷啊，不过还是得接发，还戴假发。戴假发不自然，接发爱使动多钱呢。但听人无就好咧，做咩唔爱啊？我都是用短的听人模，比较没有气质啊。乜人讲嘅啊？佮桂纶镁嘅听人模，咩短短啊？嘿吼，安尼我改一用桂纶镁用，好冇？讲佢嘅发型哦。桂纶镁。来坐。对不？发量无共用，很难哦。知道啊，唔要下嘅条毛毛，较平。是唔得啦，我迄都打扮得讲讲，这样是得去参加个演员甄选啊。哎呦，你下面唔系唔恨啊，唔恨上戏啊？哎呦，都无法度啊！我都想去参加个演员甄选，连还敢两万亲好做、亲想做的事情呢。不过我妈她一点都不知道我的潜力。你用买唔记啊？演讲比赛第1名，佢动枪啊！佢唱嘅梦输脱好，按用对唔较赢。不过啊，阿燕爸讲嘅东江是做明星呢。明星要做唔得看外表，讲话无内涵。东家哦，你就冇爱看人啊！你应该要做个啊实力派嘅演员。哦。来，老唔该。做明星，嘅所发动到精神，太明星哦，咩系应付动兵诶。安尼硬两晚去，今日都冇挨了，系冇？可能有可能。唔过唔内外兼具，太假喊卡唱啊，系冇？阿姨都唔会同我听书，我做唔开啊。那伊啊，小二姐抱歉啦，冇事啦，冇看到你，冇事啦。唔该叫我用的冇啊？冇事啊，抱歉吼。唔该啦。英英，你用的面粗粗呢。小二姐，你同我讲，做戏，唔系打扮都僵都好咧，好像靠卡的书，像是得系冇？用啊用稳哦。偏偏啊，我都想做下跳男模，过去参加个演员甄选。唔过向我姨同我讲，做戏唔系打扮到僵都好咧。迄阿勇讲冇唔错啊，冇因为有人我去做表演的好搞呢。表演没咁简单的，假使你想要看表演，还要拍戏术，也没有动作做得讲呐。啊，真劲哦！来做一考嘛。好，我就去先看。哎，英英啊，加马书啊？唔看啊。哦，表演艺术啊，加书要做乜噶？啊？哎呦，冇想到表演还爱按有 hormone 哦，下都按多，慢看得睇。
那唔迄小姐姐同我讲吼，我嘛唔知啊。不过吼，唔迄看你拍看唔拍问题啦。哦。迄我都总好看唔识啦，太难的啦。嗯。阿燕爸，喂。我迄唔迄无做戏的天分啊？唔会啊，阿燕爸没有老公啊，当讲啊，当有条件啊，对冇？不过吼，我有个致命的缺点。致命的缺点。那就安完了。哦，唔係啦，迄個無辣狗啦，太細假的啦，這樣就演不到比較好的角色啊，也當不上女主角。哎呦，茵茵啊，阿燕爸唔免講當講，當有條件，係冇？迄次講沒問題呀，係冇？像佢嘛個魔界裡都嗰個愛細細個哈比人腳太太，有冇？有咩當愛呀？阿燕爸，係特效呢。該男主角吼本應該身高吼比韓狗哦，狗懂狗哦。沒講你，係個星際大戰呢？星際大戰從從後嘅那武功能力要親力嘅角色，嗰個弄乜打。有打，親力要都別嘛，戲份清楚嘅喲。係啊。阿燕爸老大好，都唔知好啊，幸好按跳做戲啊。身高沒啊哈，簽到咧。乜解啊？做咩啲啊？你看到冇？阿發咧跟我一起合照的。周潤發，今年嘅周潤發，哇！阿燕爸今年冇碰風哦，安強哦。係啲，做馬太講愛講嘅啊，吼，做唔先愛講，怪。愛性啊，阿燕爸，安尼很有經驗，阿是得同我聽說下冇？我真的很想要爭取上這次偶像劇的角色。真的啊？真嘅，按好表演。按好表演，好。啊來，去呢邊。好。呢邊做個舞台哈。好。你等下哈。啊，我呢，今邊做個評審。買個魔術屁呀？沒關係，不用輕鬆來哈。好。今邊咧，首先記得係咪愛寫字嘅？而且冇。你要剃到條件就有嘅啊，要寫乜就寫乜呀。啊來，再過來呢，要演一個有氣質的，寫乜？氣質哦。差不多。是的冇。差不多。再過來擺到係冷豔。冷豔。迄冷豔嘅討厭。沒，啊，還有個學一下張曼玉嘅樣啊。張曼玉。加一下舒淇。舒淇。再過來就你的張智。朱安陽，3個人的優點全都你身哦，有槍，朱安陽 ，good。阿燕爸，唔夠啊，今日我去安排乜嘅浪漫武打戲，啊我都唔曉啊，武打用拳打，哎呦，茵茵啊，那個不是重點，沒重點啊。重點另外一邊位，重點咩啊？迄要有殺氣。我等下啊，太亮，打埋去。闭左眼，观音木足，挑眉毛，目标，看前面，米娅，小李飞刀，是呀。好眼點。另外一個，好。左眼，左邊木足，壓抑，選右邊咯。水果啊！朋友，什麼朋友都是假的。唔係假嘅啊！不要以為我不知道啊！你在我身邊埋伏多久？你說。什麼埋伏啊？我一直把
友哎，这一定有什么误会啦！咦，你拿开你的脏手！你在干嘛？怎么样？我很厉害吧？我在演戏啦！我相信明天的角色，我一定会争取上的。哼！干嘛？你很弱哎。但是，快强调！回来！小痛到，无水好吼。哎呀，搞都唔对用的搞啦，用搞是搞唔通啦，唔对用个啥？这位阿燕呐，因老因讲嘛该做啲扑气哦，讲嘛该做啲介绍哦，海莹莹哦，老到即家做啲做明星。算的啦，也冇怪阿燕啦，佢咩好意啊？想讲啊，本身也得鼓励啲信心咩。是老几讲法啦。那是想讲啊，燕燕这个还唔肯做，咩无人做得强迫佢干咩？唉，怪唔得骗人啦。啊，你阿抢忙啊，燕这个做到上通来啦。公子神无公子心，莫个说哦，因哦唔会讲。做乜哦？机会低，也未嘅心。哎呀，我咩希望安样？哎，你要做嘛啦？呀吼，迄电视时空呢，真有名的动物。啊？唔系啊，应该讲生物啦。我讲哦，那有个想法吼，那上海咧，老人之前没有做个吉祥物咩？那改变一下，发展出一个新的体色。喊老师不用下来。哦。唔做嘛啦？哎，嗰个吉祥物哦，那冇的啦，嗰吉酷的唔对哦。哪位哦？你讲，吃得苦中苦，方为成年人啊！没呀，我意思系讲方为丞相臣。啊？我意思系讲方为人上人啊！不要偷给买东西啊！来到我们去做房地产呢。哎呦，哎，你使包听买，对冇？哎，你阿爸嘅土家村嘅设计图，你是咩回忙啊？这唔是吉啦，也较吉。你阿那有急咯？你有咩冇啊？呀，当年咩吉啊？佮唔系有个公司来拍片的咩？前年也咩全部同吉啊？哎呦，哥哦，迄件了会急，老兄弟冇乜关系。你有乜講關係啊？佢講老一條路大避開啊！吼，佢隔壁鄰舍啊，送個下屋啊，佢就個金起用啊！吼，那條路都嚟佢強爬來啊！佢咩做啲南北吼，就發通告咩，就做啲穿卡多啲去錢啊！你唔係清好咩？你做乜從來乜嘢啊？你做乜從來腳的啦？你來！就是。哎呦，哎，唔聽我講嘅，咁要想得現，大家都連山呢，哎，咁好。哪有啊？跟我咩唔係講拿錢冇做事啊？所以啲哦，我會留佢打電話啊，聯絡與我談家事，動辛苦呢。跟哪一時的 commission 咩運動呀？錯！這是卡講的錯。哎你哦，唔單止做着發展，你啊搭配副業，我想啊，
这都扑片的人，就了去扑片啊，迄扑到当家呢哦，你啊，做的孙师，就了片发展成养尸几体呢？养尸几体，你做片场啊 ，Peter， 你还记得冇？从细时节啦，我大摆就推去中央文化赏，结果古装样式文化赏啦。先把向的啦，那糖果呀，来吃吧。挨佢两边唔使复读呢。你啦，好啦，吃落吃。讲嘅买中影文化城啊，那单餐就记得给15分钟出来喂一百个恐龙啊，我们上个懂凶哦。然后两。那个，你们要的设备我都已经帮你们准备好了呢。什么？你在开玩笑啊？为了你们，我们民宿的客人都被推掉了呢。我们是小本生意，宣传也做了，这下损失大了哦。啊，定金不用退，不无小补。爸，不无小补。你讲到按法了，根本就冇用到听风啊，我们聊青岛钱。你啊做迄做生意，我学定落来，几多冇来，天金就不能冇办法退啊。哪有创到比天金呢？结果你经纪人嘅 commission， 你就出唔到嘅咩？今日唔就喺樓梯下講，我嘅演員真是呢件事情咧。打電話，打電話。哦。喂，邊個啊？係啊，我老人講嘅演員真是嘅冇會攀嘅啦，啲臨時啊，我冇法度。係啊，好啦，唔爭我樓梯下講哦，吼。好，眼弟。迄台北咧无？迄你啥口的？冇的啦，冇嘅做冇的。我感冒啊！俺付出暗斗，我一颗充满盼望的心，我青春的肉体啊！俺一下吧，我让来找你。哈？迄你甲排解子，赶快讲！我嫌贵重的你，唔系；甲饼重的你，唔系；规三吨的你都嫌来，甲几个叫我骂团。是的啦，伊冇喺泡嘅啦，老记得叫大头踢，要冇嘅用。冇学翕啊？迄个讲，做嘅偶像剧啊，冇喺翕嘅啦。借问一下吼，掠甲迄个翕，佮有无翕，有冇甲关系？冇嘅是唔是啊？我又冇讲啊，伊是。我说这跟你的心，还有青春的肉体有什么关系？你有冇冇关系？还行，我的身体全部都准备好会当大明星的啊！迄上头做名册，甲迄无使做名册，系无款款的。你和俺好朋友啊，你跟我按样讲呢？我按大票，我脸都按辛苦，脸都来耐做武强哎。哦，武强是无使做你啦嘿。哎呦，我本来想讲哦，我做得上天师啦，还是人阿爸、阿妈讲，既然哦，做哪个手捧上天，当下女主角，哎呀，见笑的啦。哦，迄无使开拜拜讲啦。做嘛要拜拜讲啊？
保护家己呐，现阿母啊同地的囡仔，武下天时拢歹开。哎呦，那有好，根本都冇可能嘛！爱弟啊，哎，娘会做你。好啦，唔好叫你啦。我背了那么久的台词，今日个冇来就没有来啊！哦，两平爱掉走得给听呢，唔好叫啦，咦？咦，哎，有当多事情啊，做唔得勉强嘅。你利用两百机会好价的喂，我听说下班你还有机会啊，好嘛？啊？你要跟你两件事情啊，那你妈妈请你干啊？好，我会谈。干有嘛干？妈妈做得让你听书的嘛？冇啦，不敢去干营销下。我说我要一个人静一静。啊？我说我要一个人静静啊，一个人。我也要出去哦。好了好了。哟，英英啊，娘啊哈，我心情快咯。那有啊？阿燕说可能是，啊，迄咩冇去参加嘅演员啊，怎玩用错冇？冇啦，我同自家讲，我冇两种命啦。英英啊，上下嘅机会借摕来哈，不见了，点都会后事一天呢。好事？我完全讲，这嘛系好事情。阿燕说冇啦。有完全准备好嘛？那有可能啊，那有可能做好准备好。今日我嘛个用嘅人，我总下都还冇嘛清楚呢。系啊，叫做错嘅啊。我人讲，做必将嘅学校嘅考试啊，完全冇准备好啊。突然间好点点嘅学校讲，唔思考咧，按样讲唔咩3个月多失败嘅可能，有理嘛？错啦。系啊。不过这比喻有点奇怪。啊？阿毛做唱嘅，按样讲好呀。你哈唔系演员咧。好。按个问题一。我很慢人那种批啊，这样按国语，很给电视台拿到。阿燕爸，你之前那讲啊，东有潜力，条件很好，你阿妈都用国语的问题打击我，那国语和我未来的发展有什么关系啊？我是很去唱歌的。唱歌？唱歌，但像一三年当简单啊，你冇计嘛个结果结爱的问题，有样冇？嘿吼。对啊，冇看眼白样呢，我是学过声乐，我做得考我唱歌。真的哦。给你，看得好嘛？好。来，看一首啊，出啊一走，出啊二走，走走红窗爱情妹来南游，哎呀龙洞山啊哥们啊妹，等一下啊，喂，福哥，娘，几多点呀？
人家派出所没有给失踪啊？啊？哦，太吵了呀。好啦，我弟啦，我弟啦。好，啊，是爸爸。啊。阿姨媽，都當我聽啊，個唱話，個唱好冇？個唱人保健嘅個唱。安尼唔搞我啊，我痛苦，我唱歌。真的好。我想唱歌。真的好。体育課。係。學嘅發聲呼吸練習法。呼吸練習法。發聲。講定啦，照定嚟做。你太粗。哎，冇，傾用，凍醬。哎，阿姨。你邊上位無菜哦，兄弟？哦，幾單 IQ 吼開拜拜啦，聽人講有呢間觀音廟 QQ 經濟真有效哦。唉，等我。頭家娘記得一切就當上有生年的啦。係啊，係啲。啊，不過安尼求神拜佛咁有用。哦，唔是談過一句話，心誠則靈，個有堅持出有希望。哦，哎，阿姨啊，一湊。好。哎，阿姨，阿宇，你今邊冇買強樣哦，我要不演唱哦。條啊，我甲回問過啦，今日吼阿天掛阿有啊生日，鬼吼特搭阿天真開啦。可能用啥？今日緊行緊減咯。阿蘭姨，要先幫你洗頭嗎？唔是。放魚啦，但係我要啲，用啥手腳較夾到嘅，冇比付唔到。講啊，仲好嘅呢。哎，唔怕，我這樣我做我較講的喂。哎呦，你要當唔是咁用啦。你做的話啊，你熟悉對方嘅家長，多了解下，然後講佢結婚，咪同家人嘅態勢呢？錯噶，冇啦，我就想聽嘅啦，唔是咁嘅啦。哦，唔過我特別聽人講，上回迄個阿天婚養天養嘅是夫妻。哎呦，以前係阿爸亂講嘅啦，阿拉聽一行一佢就聽伊來加收天來下面燈嘅咧，韓國媽個片嘅有問題，就讓我就愛看啲恐怖片，換做卡通，佢就算嘅啦。韓國媽個《西遊記》的孫悟空大戰有。啊！你的 T 牌看電影，你看卡通哦。哎呦，安尼哪有浪漫啦？一聽哦，這位阿燕說，講給阿爹哦，吃你豆腐啦。你哋話乜冇關阿燕啦？安尼個戲院啊，特別是你親後家，聽講安尼狀況啊，差唔多有1半以上嘅世來，但是冇伊體會拜上節咩出到個戲院地度哈。剛還是古時個，有些來唱來看聽啊，講都是唔敢戲喲。哦，所以我讀高中的時候，有學長他約我去看電影，很想頭。有冇想一年嘅事情啦？我看上啲哦，係馮雨熙，嗱阿天，記得要啊。哎呦，冇啦。你用3年談了，講你乜嘅事？唔要得，真經想太多嘅啦。我啦阿聽就同認真嚟看電影啊。其實這部卡通沒麼好看呢，不過一想到第8月份就被阿爸破壞，我就動艱苦。阿聽就安慰我。安慰？因為安慰啊？哎呀！
伊两啥啦，佢都讲笑的啦。哎呦，唔讲哦，他家做乱团啦。古时候青海办法就系坦白从宽，耶！哎啦，阿听就系普通的朋友，则好一滴滴的啦。那又讲嘛结婚唔结婚，你也得买乱团的啦。我总好几多钱啊？我转去的。哦，好啦，我老讲啦，行出去哦，他家做唔会再讲讲。茵茵，你不要这样，我是个正直的人，我不能因为你主动示爱，我就意乱情迷。阿天，你在做什么？我在做什么？那所以每一本你参加唱歌比赛，你要让我好读书，要唱歌，他不用讲。啊，你干嘛跟我天呢？妈该跟我问，奶家不会翻译的。干脆我回奶奶家住好了，至少还可嘛。哼，你还转鸭婆，你要做哪转移？转移啊！夜來來，兩睇過見，萬遙年初兩沙三沙五沙，來見夜嘛。看當時你冇嘅風景，以為冇笑已到對面嘅生活意，總會講你一笑打招呼。生本意，總會講你一笑打招呼，對面嘅生本意。